一個城市可以冇咗 ICAC， 定可以冇咗警察？時間同形勢對我哋警方好不利，我唔可以俾班犯知道，我哋因為佢會反轉香港。香港係唔容許有挾持警察嘅事件發生，一次都唔可以。Tier 1 response， 你大膽啊！呢個好可能係屬於我哋時代嘅水門事件。一手抽出幕後黑手，搗破警隊大陰謀，係咪覺得自己好本事？件事係好嚴重，你都認為我公器私用啊？如果擔心你嘅情緒影響咗，我問你係定係？非常嘅時期，用非常嘅方法。